袂xuất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含义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我一个足好足知己的朋友，叫做阿兴啊。人伊即马进出口贸易做了真成功，结果有一摆讲伊的过程互我听，坎坷坷啊，国情听甲嘴啊开下下，伊才感慨。伊最后收煞讲一句话，讲国情啊，人袂堪的失败。啊，国情迄当阵听了无解会晓体会，经过人生种种的过程，我会理解。原来人若当伫咧失败的时阵，台湾一句俗语话咧讲事到心无主。身躯边大家拢真好意，甲你报讲，遇到即种的艰难，你爱行动。另外一个原来知己的好朋友甲你讲，你爱往西；，搁一个亲拄亲的甲你讲，你爱往南。东南西北拢总有人报，但吼你真正事到心无主啊！你目睭看出去，明明咱就知影讲即台摄影机啦，面前遮的观众，但是袂输咱亲像茫茫渺渺、黑暗暗共款。毋则讲，若真正遇到问题袂晓解决，陷入困境，另外一句俗语话咧讲，咧对比讲，像的毋白疼的抗甲流血，像的你着爱白啦，结果毋是啦，像的遮你毋白，即边咧疼，你说大个甲抗，你当作讲咧上甲抗甲健脾搁流血，哇！健脾的所在已经要好啊，结果搁流血，你甲看偌凄惨就好。这就是台湾人咧讲俗语趣味的所在。当然，今日咱咧开讲讲遭遇到困境，人熬有当时啊，毋值得天来做对头，毋是咧就惨讲吼，大家爱去遇到困境，毋是，咱是咧研究讲台湾人咧讲这个俗语真够描写，袂输敢若互你看到实景共款，用上的甲疼的互相来比较。上的所在，你都爱白，你都爱对症落药，结果代志该解决唔解决，一格一格你唔透，愈吹所后煞愈暗，听的唔则去互你抗甲流血，安尼就真凄惨。啊，若讲到这个对比，讲到台湾人高描写的俗语，有影每一个人咧拍拼咧做，拢是望要进步，倒一个想要绕开，倒一个想要倒退路。明明有一句俗语咧比较，就是讲我有心光桥步步进。无义煞牵高倒退行，哇！用光桥甲牵高伫咧比较，解说咧，原来意思真好哦。即马光桥无论讲4人光还是8人光的大桥，桥顶坐向咱不管，总是讲目标要去到倒位，大家就是爱共脚步，4个8个共心肝，安尼一步一步向前进，毋才有才调去到目的地。结果毋是啦。咱有心要自我进步，有心亲像光桥共款一步一步进，偏偏无义，所以亲像牵鼓就是古早人咧望鱼啊，船驶去到海中，希望拍落去。即马四角头，大家拢爱倒退行，4个拢倒退，真正希望毋则拖会开，毋则有才调望到鱼啊。所以悲哀啦，遭遇到困境，袂输敢若牵鼓伫咧倒退行，咱实在是艰难，实在是苦中苦啦。